各位观众朋友，午早，欢迎你收看8月10日的公视早起新闻，我是王志军。新闻一开始，咱来看香港反送中游行继续进行。不过，这礼拜包括着大埔、黄大仙这些所在游行申请拢无核准，申请上诉嘛被驳回。但是，依然有几千个民众穿乌衫，正行上街头。昨暝示威者转向尖沙咀甲西九龙这些所在组织。 警方嘛射催泪弹来驱离现场，有一个人参像是因为身躯早有镭射笔，被警方逮捕。香港警方发射催泪弹来赶示威群众。香港反送中运动示威者伫拜六暗时转往大围山顶甲红隧道路，相互发生冲突，群众是提着头来牵警察。 暗时7点外，示威者转往尖沙咀甲西九龙一带，警方继续来发射催泪弹。有民众讲，只不过是来买鞋啊，是毋是连安尼嘛要甲伊抓起来？仆街！死仔仔！而警方也掠到一名穿白衫的查某人，并且送回警察局。警方讲，伊非法集合，我都出示身份证，甲身躯有镭射笔，涉嫌藏攻击性武器。 香港媒体报道，这名女子是前国泰航空空服员。示威冲突一直到11点外，警方才成功来清场。 10号下午呢，原定在大埔举行的游行呢，因为没有取得不反对通知书，所以事先宣布了取消。不过，透过镜头可以看到，还是有很多民众穿着黑色衣服呢，自发上街。人真多，有几啊公里长。虽然民众知影游行唔是合法申请，也是真侪人参加。有店头也准备免费的饮料食物。 前面嘅記者朋友留意啦，呢個係全部。民眾對大埔頭公車總站一路行到大埔警署，警方徛喺路口，要互示威者挖軍，更加牙牌警告這是違法集會。將你抗爭及公道，我重複，呢係警方警告。有人直接徛喺頭前，甲警方對罵，因得到防毒面具，摕着雨傘，準備隨時向前衝。帶頭的人講，因隨時做好受傷的準備。受傷當然會害怕，誰也不希望自己受傷吧，但是我覺得要為了我們香港人的自由，我要站出來。伫香港機場萬人接機活動進入第2天，真濟穿着烏衫的市民坐滿接機大廳，大喊香港人加油！現場採着紙筆，也有提供筆要市民寫下意見，也甲寫有無講語言的宣傳單放佇塗骹，也是發予旅客了解香港的現況。這項爭取示威活動有計進行到禮拜。記者綜合報道。香港國泰航空因有一寡機師員工參加反送中運動，受到中國民用航空局的壓力，中國民航局的向香港國泰航空發出重大航空安全風險警示。 要求自昨透早翻點開始，所有參加反送中的人停止飛中國的航班。國泰航空昨尾暗宣布，已經有一個機長停飛，並且將2名行為無妥當的機長員工辭透露。中國民航局拜六在安全風險警示中，對國泰航空提出明確要求，包括所有參加甲支持非法遊行示威、暴力衝擊活動，也有過傷過激動行為的人員，馬上停止伊執行飛中國大陸航班。在一起向伊在大陸的運行合格審定機構，報送所有飛往大陸甲飛越大陸領空的機組人員身份資料，無經過審核通過，未用接受該航班。 另外，150點之前，國泰航空公司應該要報送安怎加強內部控制、提升飛航安全，也有安保水準的相關措施方案。事件起源是7個禮拜佇上環的警民衝突，有44個人被控暴動罪，包括已經核准保釋的國泰航空機師廖錫賢，伊因此予親中人士指為暴力機師，危害飛安安全。 然後，國泰航空內部亦個出現針對性泄露旅客資料的事件。對此，國泰航空回應會認真來處理。對着任何有可能威脅航空安全的不當而且無專業的行為，攏無度容忍。拜六暗頭啊，國泰航空宣布已經有1名機長停飛，另外辭掉2名行為不當的機長員工。而喺機場進行接機活動的民眾是講，對中國民航局加國泰航空的做法並無感覺意外。 I would say I'm not surprised about this, but I also want to thank for them because this shows all Hong Kong people, no matter are you a teacher, your students, or even you're a flight pilot,
attendance. We're all together for this. But I'm still not surprised about what China did, though.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，中国国营企业要求员工出差时阵，若受其他航空公司严选，一律袂使坐国泰也有国泰港联航空班机。也有自称在中央企业工作的网友讲，上级指示禁止坐国泰港联航班，若无袂用报销费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伫咧一方水果茶事件了后，台湾的饮料Coco嘛因为讲写香港人加油，被中国网友抵制。总部后来发声明支持一国两制，总统蔡英文呼吁中国莫阁干涉商业。另外，路透社报道讲，台湾媒体收中国的钱，外交部长是呛讲未向国台办投降。伫首期上因香港人加油，台湾手摇饮Coco湾仔分店，因为即句话被讲是支持港独台独，被中国网友抵制。不过Coco随后伫微博打出声明，强调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，要暂停湾仔门市营业，台湾官网也全部关起来。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呢是 Coco 都可湾仔店。这间店呢，6月的时候有店员开发票，上面印着"香港人加油"5个字。结果这个行为被总店切割，说是个人行为。结果这个店家暂停营业至今。自一方这个地了后，愈来愈多台湾饮料店做出政治表态。有贡茶大院子、米克夏丁10外间业者使用中国台湾字句，或者是打出支持一国两制立场一中，也引起台湾网友生气，闹为固啉。蔡总统也呼吁中国唔通阁干涉台湾商业经贸。那么中国以政治介入商业，以政治介入经贸这些事情啊，其实是害人害己了哈。那我也呼吁中国及时的收手。中国一直渗透台湾，路透社9号个报道，北京当局已经付钱予至少5间台湾媒体集团，大家红色宣传目的，收买台湾民心。陆委会强调确属事实，涉嫌违反国安法等真济项法令，会交由检调追查。外交部长吴钊燮也伫推特发文，表示台湾人必须团结，唔通听遐摕北京垃圾钱的假先知，也袂向国台办遐小来投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今日报纸的新闻重点。先来看联合报，中国自8月初开始限缩居民来台自由行，各方听讲9月要将减少陆客团来台湾的数量，因为烦恼离岛外岛的观光受到冲击。金门县长昨暝宣布，今日会甲澎湖县长、连江县长以及3个县的议长、副议长前往北京，明仔会拜访国台办的主任刘克一。希望中国对台湾相关的旅游政策会当对着这3个外岛有无同款的处理。这撮旅行行程嘛已经向立委会报备核准。另外来看《中国时报》，根据主计总处6月上新的失业率统计，受到毕业大月影响，20到24岁少年人失业率提悬到12.2%，是6月整体失业率的3.2倍。嘛是今年头一摆突破12%，等于讲平均每8个少年人都有一个人失业。再来，来看《苹果日报》，新的国安局长邱国正捌讲过私分案件的动法。根据检讨报告指出，76个牵涉到私分案的国安特勤人员要全部调离现职。头一波调离的26人名单内底，拢是负责蔡总统身躯边的维安工课人。过来啦，咱来看吼，总统蔡英文要拼连任，全国头一个竞选后援会，南台湾起考医生界蔡英文连任后援会，昨伫高雄举办，蔡英文亲自到现场参加。蔡英文到高雄造势。规工来是走3场的活动，争取支持，嘛被认为讲是去打韩国瑜的地盘。到高雄最近真热门的打卡景点小天地参观，蔡总统真有动心，家这囡仔伫球池耍球，也甲少年的爸母作谈时，搁一摆强调事情成果，爱大家各回4年。我们现在有一点情势有一点不明朗，我们也不知道最后有哪几组要参加了哈。但是你们心中只有一组啦，就是蔡英文这一组啦，是不是？接下来是我们高雄市的蔡宜德会长。突
蔡文也伫高雄成立全国第一个认证奥运会，南台湾气候界蔡文认证奥运会由高雄、台南、嘉义等8县市气候工会代表组成。蔡文到场授旗，展现家己伫医界高人气，好亲像要甲共是医界出身的台北市长郭文泰拼场。伊拜六开工伫高雄走透透，也有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、总统府秘书长陈菊随行，也被解都是要甲高雄市长韩国瑜大本营拼场。我们的观察是，如果这个发生的话，这个影响，恐怕是影响对国民党的候选人影响比较大吧。拼总统也要拼立委选情，蔡英文也亲自宣布立委关佩玲将在不分区立委。不过，民进党不分区提名委员会还未成立，也引起争议。民进党中央表示，各种期待拢会放入为提名委员会来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讲，袂做副手，就佮传出过王配的讲法，嘛，互国民党对着总统大选真烦恼。学者分析。郭台铭、郭文哲、王金平革命渐渐变做有影，郭王配的机会变悬，而且无论是安怎配、安怎合，拢会对国民党的整合造成压力。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伫国民党总统初选失利了后，继续无公开露面。不过这段期间，一直有消息传出，甲无参加初选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、阻挡的台北市长郭文哲三人之间互动密切。伫郭文哲表态唔做副手了后，郭王搭配参选的声音崛起，也互拿赢总统大选出现温忧。郭董这边到目前还好。跟那个柯来结盟，我没有看到他们结盟的。传说很多。郭台铭幕僚透过通讯软体协调回应，目前郭台铭有关无任何甲大选有关的计划。不过学者分析，到即马郭台铭有关维持话题制度，参选2025的可能性也伫的。而且郭外王革命渐渐形成三人合作民调声势，更加维持伫一定的高度，郭王搭配机会提悬。我们从最近几个民调上大概看出这个走向来，就是如果郭王形成了一个正副总统的搭配，同时跟柯文哲合作，三角的一个合作的联盟的话呢，那么我们看他的民调的支持率，不是2就是1。学者认为，郭王无论安怎配安怎合，拢将对国民党造成压力。代表拿亚出征的高雄市长韩国瑜，除了内部压力有缘无解，竞争对手也一直抢票。总统蔡英文10号前进高雄，求医界选票抢攻韩国瑜的地盘。郭文哲预定11号要到台南参拜公庙，韩国瑜11号是将到南投过跳蛙卡，那就被拜六引起大拼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司法案的处罚名单，第一波引起特勤警卫室，将近20个人被调职。军方证实讲，警卫室外围主任单一区校长已经调回去陆军司令部担任委员。官表示讲考虑到个人权益、纪律、维安的运作，且外界爱平衡看待。国防部嘛表示讲依照国安局提出的名单，安排这个人回去原来军种的单位，差不多这个月中了后，就有第2波的调职名单。再来，咱看在地消息。风台过了后全台拢出现高温。今日一时台北、宜兰、花莲、台东容易出现火烧风的现象，规港拢翕翕。中昼的高温更加是悬到37度。台东县目前是感觉色的警示灯号，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，爱加注意。另外，金门嘛因为讲连续2天高温创新悬。塔山电厂昨暗阁传出1号发电机歹去，用电量强无够用。水车开入东门医院，一直夜水退是有增加10度降温，因为金门连日高温，9号测到了史上地质的39.9度，不止民众热甲挡袂牢，用电量也真紧张。到伫10号早起11点外，塔山电厂传出1号发电机组故障，经过紧急抢修，故障顺利排除。原本可能要分区轮流停电，也决定要改图。那经过我们的查修，是发现到是增压器的入风口的螺栓断裂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已经重新修复了，但是目前我们台电还是在持续观察整个基础的生载。同款真热，抑个台东正拄好受粉期的大白色车，原本应该结满小色车，暗过伫大日头卡，互受粉失败率增加，农民是真烦恼。
叶片会有过热干枯的现象我们可以用喷雾的方式来增加湿度。气象局表示，虽然风台日前嘛离开，不过受到西南风沉降或者是小风影响，10个未少所在气温拢偏悬，其中花莲玉里水尾下晡的温度拢升到38度以上，800基也超过37度。怎么那么热？感觉像是烤箱一样。大台北这边主要是西南风过了林口台地之后，下沉增温，在台北盆地里面造成一种比较高的一个温度。那至于在宜花东的话，则是西南风过了中央山脉之后，下沉增温之后，在宜花东这边有出现这种比较局部性极端的38度的高温。气象局表示，拜日之时，大台北、华东地区也是赶快出现极端高温的天气。出外最好是唔通去晒到日头，随时补充水分，才袂掉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李新马风台虽然讲已经离开，但是依然是造成大水河。南投罗山部落一位挡土的围墙熊熊倒去，缀着下骹面体，面顶2户面体嘛有危险。乡公所赶紧会勘抢修。另外，高雄凤山一位伫整修的面体，三层楼高的阴架嘛被强风扫倒，好佳在是无人受伤。并报大片崩落，摩托插着头桥往线卡链，下骹一厝面架受到波及，居民惊赶紧走出来，唔敢踮伫厝内，好佳在崩落迄当时无波及住户，也毋过饲的鸡仔已经伫头桥堆内。就听到一声巨响，突然就整个就崩塌下去我的鸡条下面有养一对鹅，然后再一些鸡整个都被压在里面了。为顶头来看，遍布头桥骨路为暖伫半空中，居民烦恼山还继续扩大。南投镇内精英村罗山部落这处冻土墙，长期有地层掘动的状况。这一摆风台和土壤含真侪水，引起遍布骨路9号发生大规模的崩落。顶面2户面家地面那边严重闭起，住户唔敢去踮伫厝内，先脱离到避难中心。这边都一直在写下去，连这个也是把。这个本来是密合的，它也是裂掉了，裂下去了。70这边的龟裂，我们都已经报灾害复建工程了。公所表示，为了防止灾害扩大，先用帆布砍掉，防止继续冲洗。也毋过拢总有3户面家有有空的疑虑，将赶紧告场会勘，除了先抢修地基，未来希望尽速核定再修工程经费。伫台中山区9号也落起大雨，包括大雪山甲八仙山松林游乐区10号休园一天。伫高雄凤山9号暗时也因为强风吹倒民家营架。无听落雨啦，迄种风一声足大声，来点通啊顺啊。厝主讲当时正伫咧困，听到真大声，赶紧走出来，才发现整修中的厝所架设的3楼高的营架坠倒，倒向厝边的厝顶。好佳在灾害无继续扩大。风台虽然离开，不过山区也是都爱细致风雨带来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即马拄好伫报万东潮嘛是学生伫休热，云林拿来乡农会伫田内底做食农教育，互学生来体验捕蝉。这个囡仔拢毋捌做事，头一摆体验感觉真新鲜。云林拿来乡农会趁休热时伫田里做食农教育，才会互囡仔烫赤骹，甲裤骹闭好悬，落田里插黄体验做食人的辛苦。所以是第一次体验咯。哇，会不会觉得农夫很累啊？对。捕潮对因来讲，阁毋是上忝的，từ日头骹做事，阁踮烂谷无力行，这是考验因敢是正港的做事人。但是在现在这个老沟湾来对，光是走下去就很难走了吧？对啊，这我感觉嘛会当活络吼。小朋友其实读书虽然真重要，但是体会大自然将来那种脑力的激发我相信那会更加一等。这个囡仔兄、囡仔仔伫过日插黄看起来阁真有班。这摆活动，互囡仔体验做事的道理，才知倒退原来是向前，也互因亲身体会一粒米、8粒肝对食食会当更较珍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田塘有鸟鼠虫害，唔免用药头。台中雾峰用竹篙做互鸟休困的家啊。乌石麻叶停伫咧面顶替农民宣传。根据统计，一只乌石麻叶一当会当掠差不多200只鸟鼠，
用这种方式要甲自然的生态找倒转来。一只乌色麻雀徛伫咧八公尺悬的竹高顶悬，向下底冲，对下骹的稻仔田掠鸟鼠，食一顿粗饱。这支用竹高做的架是水保局台中分局甲滨科大合作设置的，用一物克一物自然生物防治的方法，唔免放鸟鼠药啊，就会使解决鸟鼠的灾害。经过年外试验，台中雾峰的农民表示帮助真大。伊个好像来遮有个分析，三个架拢成功，表示就是讲咱遮的鸟鼠的损害，讲足严重的，鸟鼠咧，对咱农民来讲，我感觉吼帮助足大的。根据滨科大统计，一只乌色麻雀一当上侪当掠200外只的鸟鼠，掠鸟鼠兼赶触鸟啊，等于是每个日拢咧守护残痕。以前在五福社区这里，它就是采用自然农法，那时候其实就有黑翅鸢了。但是黑翅鸢呢，它要觅食的时候必须得悬停，飞，很辛苦，看到一只老鼠再冲下去吃。我们现在透过这个老鹰的这个栖架，它可以很轻易的站在上面，巡逻，那可以带来给我们很安全的食物，给老鹰也带来很安全的食物。去年开始设置互鸟仔休困的架啊，一开始大家拢怀疑这敢有效，不过设置无偌久了后，伫附近就发现乌色麻雀生2生几落收，这真做是生酮的好所在。除了食肉的麻雀，其他食虫的鸟仔卖来到3工拄虫害，拢是做食人的好朋友。滨科大陆陆续到各地推设互鸟仔休困的竹高架，来推广友善农经，甲产衡自然的生态，搁再找回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台湾未少真水的高山，海拔悬低差真济，嘛造成有一日出日头，一日落雨的风景。南投信义蒙古地区海拔1200公尺，都有一款变化真大的风景。暑假期间会当来看卖啊！山区天气变化真大，因为海拔悬低差真济，定是等出日头，随搁落大雨。不过云行了真紧，又搁变好天出晴。南投信义万高地区海拔1200公尺，都这款变化无常的景致。短时间内你可以看到太阳出来，刚下过雨，太阳又出来，云又过后又有彩虹，有时候又经过半个小时又下雨。万高地区伫新中横116公里的所在，地理条件真好。伫咧淡友兰溪溪谷上悬的所在，对景观平台看出去，天气好的时阵，上远会当看到一级大山。热天平均温度差不多25度，是休热佚佗的好所在。其实我们这边往塔拉加新中横这个路线也不错了，我们可以到就是信义的那个琉璃光桥嘛，可以到草坪头，气候不输溪头啦。有些营造的地方，像溪头啊、阿里山，很刻意。那有真侪正水的高山，休热期间无想风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日前嘛，风台加向中国伫中国浙江登陆，毋但造成各地做大水，交通嘛受到影响，有超过200万户停电。日前嘛，风台继续向中国山顶动，透早1点45分，伫中国浙江的温岭市沿海登陆。因为日前嘛发电真旺，速度只有15公里，中国气象局预估受到影响的省份甲时间会比过去更较济。它的整个这个影响过程中，可能涉及到有10个省份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可能这一次台风呢，它的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。那么至少应该是到14号以后，那么或者说就到14号开始，它的影响才开始逐渐的减弱。风台和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出现强风大雨，登陆约未到半工，浙江台州累积雨量已经超过500毫米，造成部分地区是做水灾，还有真侪车泡伫水内底。日前嘛威力嘛影响到浙江的交通，超过上百个码头是停止营运，200外个航线停飞，影响超过600外个航班。另外，火车的部分是1200外个列车的班次停开。除了交通，全省有270多万户用电受到影响。经过电力公司的人员透风雨抢救，已经有4成的居民恢复用电。因为真侪所在是做水灾，目前浙江省政府开放12000外个避难所，予居民去避难。目前日前嘛慢慢向北边山顶动。上海市政府暂时将金山区的游乐观光景点关闭3天，避免民众发生意外。记者陈世彤报道。来看各地气温。北部地区是28到36度，中部地区是26到33度，
南部地区是26到32度，东部地区是26到37度。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早起新闻，咱再会。